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命令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瑞士的家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从厨房开始来跟大家介绍圆桌，各种不同的花，冰箱。我觉得这边很酷的地方呢，就是厨房过去这边就是有阳台。我们现在呢，去阳台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就是阳台的，可以这样开门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晚上睡觉什么的，就是把这个阳台打开的话，晚上其实蛮凉快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到阳台。我们家这边的位置呢是在日内瓦的市区，所以就是从这边走路5到10分钟，你就可以到转运站，还有日内瓦的就是中央火车站。而且呢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日内瓦湖，就是从这边离日内瓦湖超级近，就是出门就可以到日内瓦湖了。现在呢是早上的时间，所以呢我想说先来煮个鸡蛋吃，然后呢上面加了一些香肠，我觉得这里的香肠其实蛮好吃的呀。这个就是瑞士这里的吐司，会长这样子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客厅，这边也是稍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边墙上呢有挂着3幅画，然后呢，这个呢都是那个 sticker， 大家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小小的 sticker， 然后就是全部贴上去。那第一个就是大家看这个就是蒙古的马头琴，然后呢再来第2个就是这个我们会叫做招财树。对，然后呢，再来第3个就是马鞍。后面的这2幅画呢，也是蒙古的，就是省的风景照。一个就是蒙古的戈壁阿尔泰省，另外一个就是库苏古尔省的，也是风景照。然后呢，蒙古呢我们会叫做就是一个是瓜瓦斯代麦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胡斯代麦。对，那接下来呢，后面的这个就是用蒙古传统文字写的，就是歌词，有蒙古的一首歌的，就是它的歌词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在蒙古其实蛮常会送这种东西给人家。这边就是有沙发，然后那边呢就有电视，这边就可以看电视。这边有窗户跟这个就是有地毯。欧洲的这种房子就是他们都没有冷气，然后只有就是装了那种暖气。大家现在呢，我们出来外面，然后呢，现在外面超级热哎，在欧洲的夏天，真是不戴墨镜不行哎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大喷泉，这里的日内瓦湖的水超级绿色，超级蓝绿的那种。Oh, Mr. Baker, send me coffee with this paper. I laid in the can, wore different shoes again. Sitting on the bus, the two were just thinking all their love. 日内瓦被阿尔卑斯山群峰和如拉山山地环抱，坐落于日内瓦湖和罗纳河的交界处。日内瓦是瑞士的第2大城市，属于瑞士法语区。日内瓦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拥有国际大都会的风华。这是联合国欧洲总部和红十字会总部的所在地，并以和平之都著称。每年数以百计的会议、展览和庆祝活动在这里举行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日内瓦的旧城广场，然后现在就是白天的时间，人好像没那么多。现在呢，从旧城广场来到了湖边，然后呢，想说我稍微来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，日内瓦湖呢是欧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湖泊。这个宽阔的湖面呢，会接壤瑞士和法国的城市及小镇。
日内瓦湖的大喷泉呢，是高达140公尺的喷发高度，让这座喷泉成为日内瓦地标之一。现在呢，这条街上有这个 Street Food Festival， 就是我刚刚问了，然后他们说就是晚上5点开始有这个 Street Food Festival， 就是我猜就是会有欧洲各国的这种 Street Food 来这边就是摆摊。那天在日内瓦湖附近的时候，刚好遇到2个观光客，那他们手上拿着2张游船票，他们说那张票是1日通票，那他们自己已经坐完游船，想说不要浪费，就想要给我们。我们就说好啊，怎么这么幸运，在路上遇到陌生人就有机会在日内瓦湖上坐游船。现在呢，在这个游艇上面，超美的，这个水很绿诶，大家看，刚刚就是从那个喷泉那边出发，然后就是现在在这边就是日内瓦湖，可能绕一圈再回到原点。莱蒙湖又称日内瓦湖，是西欧的重要湖泊。莱蒙湖略称新月形，湖北岸和东西岸两端分属瑞士佛得州、瓦莱州和日内瓦州，南岸则属于法国上萨瓦省。瑞士和法国分别占有湖面的 60% 和 40%。莱蒙湖东西长约75公里，南北最宽处约14公里，水面积约582平方公里，是中欧面积第2大的淡水湖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！今天就是隔天的早上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吃完早餐，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跟我一起出门吧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去客厅那边。OK， 我们先去客厅。今天的行程就是现在时间是早上时间，然后就是我发现这里的店家他们就是晚上6点或是6点半就关门了，就是很早就关门，所以呢，我想说今天早一点出门。就是带大家一起去逛逛这个日内瓦的市区，然后呢，晚一点呢，我会带大家去这里的那个联合国总部。今天在日内瓦的天气蛮阴阴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应该等一下出门就知道咯。给大家看这个就是刚刚买的 smoothie， 这感觉蛮好喝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1块法兰克，这个是 0.6， 这个是那个 yogurt 的样子，优格。这个也是一个优格 ，mango 跟 passion fruit。对，这个是 0.85 法兰克。现在呢，来到了这个瑞士的比较大型的超市，叫做 Migros。然后呢，想说进来这边就是稍微来给大家看一下瑞士的超市长什么样子。Oh, Mr. Baker, send me coffee with this paper. While Lady in the can wore different shoes again. Sitting on the bus, the two were. 现在呢，来到了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。联合国总部的前面呢，有那个知名的断脚椅。高达12公尺的断脚椅，这个作品的名称是有尊严的活着，纪念着因地雷而伤亡的人，并温柔而沉默地表达反战争的诉求。后面就是联合国总部万国宫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吧。我发现在日内瓦就是蛮多人都在这边骑脚踏车，就是感觉是这里的当地人就是蛮常骑脚踏车，这边的马路上呢就有脚踏车的路，所以我觉得超级方便。我来到瑞士之后呢，发现这里的物价真的是超级高诶！以前去过的捷克啦、匈牙利啦，比那些国家贵了，就是大概1倍2倍吧。
就是我觉得瑞士的物价真的超级高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日内瓦是瑞士的第2大城市，第1大城市呢叫做 Zurich， 然后呢，瑞士首都呢叫做 Bern。对，就是3个不一样的城市。然后 Bern 跟 Zurich 的话，就是比较在上面，就是比较在北边。然后 Geneva 就是日内瓦的话，就是比较在南边。我来到日内瓦之后呢，都没有花什么交通费耶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日内瓦的就是比较大的景点都聚集在市区，像是日内瓦湖啦，或是旧城广场啦，像是我刚刚去的那个联合国总部啦，其实我觉得都就是走路就可以到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用什么交通工具，就直接用走的，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好，大家今天呢，我要去一个蒙古人的家里，然后要吃蒙古菜了，超级开心。然后现在还在爬楼梯上去。这是蒙古人很常吃的一道菜，就是包子，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，包子是必吃的。然后这个就是蒙古的奶茶，味道不会甜，可是稍微咸，可以说是蒙古人从早期就开始喝的饮品。而这个呢是瑞士的传统美食之一，叫做起司锅，起源于阿尔卑斯山脉，做法是把起司煮到融化，用面包蘸来吃。She's a special lady, there's nothing so fast. She make you want to ride home. It's so proud to call your own. She's my great inspiration. 现在呢，来到了日内瓦湖这里的沙滩，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都这样下水耶，这样玩水。这个呢，刚刚从湖边买的冰淇淋，2球是6.5法兰克。好，大家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日内瓦的那个叫什么？